友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收看福氣來咧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大家啲講，呢客家人當下唱歌唱舞，應講啦，山歌係呢客家嘅經典咯。是的，山老山之間呢，應講廣播嘅鄉親們完全用唱歌啊，用傳頌啊。今日呢，嚟談類似山都嘅山，呢山上呢係呢當重要客家狀態按到台中嘅董事啊，又特別呢有一個山上薩府樂團，記得呢差唔多20年嘅時間啊。今日啲節目當中，要同大家嚟分享，講緊嗰邊攞時人橋呢嗬。好，一開場，你來彈幾多演唱一條非常有情感嘅歌曲，按到愛唔會唔記得。從愛到逝去，我福建東江的山區，日出江山西，客家山相起，國記的紀念節。東都福轉人唔見，四年獨叫江山托搖，搖拍東都人的心片。愛唔愛唔記得，愛唔愛唔記得，今夜暗家手牽命運用技巧，日夢夢改畫面，地重重改離別，人生相對都冇時間講再見。愛唔愛唔記得，愛唔愛唔記得，今夜的風吹起滿山風花舊年。變色的家人，愛用多少的時間，讓死的寒都轉以前。聽到音樂呢，你實實來介紹，今日來到現場嘅來賓，嚟右邊呢係你嘅貝斯手哈，今日盡多故事。大家好，我係 Genesis 樂團貝斯手 Q 玉良。大家好。我係從東市來，我攞 Q 家了，我係主唱，我係係個小客啦，因為大家都係個小客。大家好，我係梁杰敏，是吉他手，來自東市。耶，分享三位，我發覺三位根本嘅嗬，人講嗬，三副做起來嗬，都是穿黑色嗬，都係做舞社嗬，兩位。命當中就長差一隻詩，應該係兄弟錯嘛？對，兄弟。哎呀，家下呢自從太原區有講嗬，類似董事，客家話講到冇腔樣，係太不腔錯嘛？係太不腔。哦，你啲講董事山上啲多，就係清江咩？而哋嘅樂團嗬，加講薩府樂團，唔過其實也係一個音樂嘅聯盟呢，即係同大家介紹下，因為按你嘅創立過程。哦，因為講聯盟嚟講話吼，係因為唔自顧嗰啲東西啦，像石崗、新社、吼大蘭，嚟幾個地方嘅吼，從啊見到嗰啲東西同比較生活購買一些生活嘅東西啊，當然學音樂啊、talk show 啊，買都講嘅嚟，所以大家搞音樂就會知道鄉下。哦，當場安尼大家攝鄉下，佢嘅台中地區嘅，嚇客家莊地區嘅，你想愛鄉下教育我出大家鄉下來出錯嘅。佢哋從嚟分享嘅嚟。哦，唔過家下人哋介紹人哋係 Genesis。哦，聽講你啊聯盟大廈後要加雜冇腔樣嘅樂團，係嘛？有舞台，有舞台，有樂團，係仲有就。嗰時候你哋今日來嘅全部都係 Genesis 樂團。青路嘅。有咩講自己青路？你去萬年嘞。哎呦，聽講好嘟嘟開始教音樂嘅時間啊，全部係19歲天天嘅。啊，前後上出嚟，你杰明老師17歲就開始教音樂，係嘛？係啊， 17歲的高職剛畢業嘅時候。
对。哇，你有没有按你台南给他开始教育吗？怎么会跟大家一起玩音乐呢？当初是我自己有一个乐团，那小柯他们是另外一个乐团，嘿，那我的乐团要找一个练团是要固定的练团，就是有人介绍小柯认识，哦，然后刚好他们的吉他手在忙别的活动，然后请我去当代班的吉他手，然后就被骗进去当正式的吉他手，对。會唔會係推辦嘅？推辦推就變真實嘅咧嚇。哦，你有冇用偏見咯？兩關米都是過去嘅。哎呀，誒，按行起來你都感情非常啊好。其實而講教育我嗬，當快樂就係講乜嘅事情就係教本音樂嗬，完全啲音樂地度嗬，唔是差按多嗬，話唔是講按多，音樂下去就錯嘅嗬。嗰時20多年咯。20多年。全部一開始大家強下就強下嚟咩？要揾高音嘛？T 3台嚟吧？係 T 3台，T 2台講係16歲、17歲 T 2台樂團，啱啱未被編入來。係，反正都阿哥編入來係嘛？係，佢都講，俺樂團啲不過兼貝斯手來，試下看，俺現在彈嚟都好咧。你會彈貝斯嗎？會啊，俺一彈多兩晚都係20年啦。哇！對，俺就還是臨時團員。唔過彈講有個故事，就係本開始後講，落嚟，凊彩彈貝斯最好。嗰當時你當中係冇彈過貝斯啊？冇呢，看都冇看過啊。看都冇看過，你用嚟練？佢就講，反正你跟吉他咁款，哪喺度曉咧？俺就看咧，俺就彈那個鼓聲，個太鼓囊嘅時，都彈到迄個。哎呦！還少2條線嘅，個吉他6條線，個貝斯4條線，係冇？亞威阿哥實在很強哦。係啊，按你就強下教育我都一下T 3台咧嗬。韓國培養當到後生嘅。靠，現培養東西啊你嗬，大家就講個地方好了啦。哇塞！因為我哋以前都教嘅時，冇一個環境，好都是較老嘅嗰種樂器啦。哦，弦啦，哎呀，講錯你嗰個簫啦，還有太鼓班啦。彈起來就係管樂嘅部分。錯，管樂嘅部分啊，從我用使用嘅嗬，較冇。因為你哋係搖滾樂團哦。錯，所以嗰時我到練嘅時候，我想講，我有音樂頭，一聽家哋好上得 QQ 咯嚟教。咁我成日都冇聊啊。係啊。咁啊，我就講我冇聊，我就話坐下去都不聊，啊你都冇好教啦。哎呦，你一家幾無卡嗬？我嗰當時愛抄安尼團員嗬，跟啲啲本兒抄落來，編落來嗬。嗰個一個老兒來組安尼練團式嘅，咩來落來？跟其他人比如故事啦，韓國其他人講，想愛徵求其他嘅團員啊，聽講還愛訂報紙哦。訂報紙。真勁哦！安尼嗰當時按訂報紙，大家會看請樂團安尼訂報紙有效呀？你嘛希望看的啦，咩講？但是就是對一個當時嘅想法，就想講啊，都請冇人啊，係嘛？啊，你會請人啊？當時啊，你其實唔係喺唔係冇人，冇乜講要去行啦，哦，啊，冇就訂報紙嘅啦。當神仙咧，真有人來啊！啊，喺我度係遇到朋友介紹，介紹禮拜，我禮拜古天嘅介故事係度，佢帶套和平男士，係講咩劇狀，嚇，啊，佢就講。連饅頭賣泡菜，所以他是泡菜店老闆，所以嗰時候基本冇來係嘛？係冇來，基本上呢個好。我咪嘅名攞佢閒話一下。捲會啊，乜嘅名？佢翻咗個煎捲會，係煎捲，拍了泡菜啊，拍了泡菜，拍了。嘅條家開始嚟上節目，從嗰邊睇下談好冇？你哋建議咩聖誕版節？哦。哎呀，嘅生日慶賀啊！哇！嗰時睇下真係係有緣分嗬，真係強下嗬。嗰位安尼家下演唱嘅耶穌歌曲嗬，非常嘅感動人，我唔會唔記得。嗬，真係係親身嘅經驗咩？親身嘅。係同大家講一下好嘛？哦，就講你嗰時候做一天同嘅時啊，結束。啊，因為阿公啊，設計跟人帶，唔像我哋客上吼，老人家甲後生嘅吼，雖然講唔係帶經驗啦，啊，不過老人家設計有經驗啊，係啊，經常我設計同帶就講，吼，較自由啦。啊，天同你喺我媽就講，你要寫啊，寫講啊，幾不辦啲預算，我就跟人講，你可以看一講預算喎，啊，你兩個就走上去啊，
恁带落看下，系啊，系按个公园带落下去哩，到尾啦，按个坐去咧，坐去是嗰时较早哦，很多四合院啦，按个发现讲要建四合院转落来。哦，因为太铁同东洋葱呢，东洋葱，规路安嚟坐吼，当老细都叫啦，啊，伊都去受伤啊，哀嚎声啦，系啊，系啊，当等物件。嗰当时你就亲身去见过嘛，吼。系，啊，恁走到个四合院的时，就去个富人家，就甲恁求佢啊叫，拜托下嚟啦，甲天寿啊拜托下嚟。啊，然后佢佢先咪就现啊，然后我说你做嘛，迄咩受伤冇法度停头，啊，叫佢就甲我讲，我老公提身甲送出来吼。嗱，嗰狀元可能冇年嚟啦，佢一冚落來咧，啊就講我冇喺我老地啫嘛，正前嘛講啦，啊聽見白啊，啊我就講白，我冇叫啊，記得出條板開來，我諗一個嘅老公嘅腦嚟啦，哦，係少少，哎呦，啊不過而家太窮嘅啦，啊佢看到時叫講叫啊，啊作見解說叫，所講係叫見叫講安全啦。我看冇雖然全都幫托數啦，亦都加錢攞幫啦，係同攞幫做些啦，好，見兩公司啊，同兩代人啦，按完全，然後你把拖打電話冇，佢本樣佢妹啦，佢妹講嗬，爸爸死俾你啦，慢慢點完打。佢說安尼，其實講起來嗬，心感到雖然個研究921太鐵同嗬，講起來真嘅冇做係係。豐富，跟住上到很有上到。係啊，嗰時候出寫藝術歌曲啊，係，都寫嚟。其實如果寫音樂嗬，創作背後需要當深刻嘅情感同故事哦。等下轉到來嗬，俺繼續來談來自董事身上嘅好聲音哦。真到福起來咧，今日嘅來自董事也嘅薩虎嘅聯盟哈，音樂嘅聯盟來到現場係真的是我哋。哇，真嘅嗬，人講唱歌嗬，韓國寫歌嗬，就要有安尼嘅熱情啊發力嘛嗬。頭先安尼談啊，我唔會唔記得，真嘅談家下阿克老師同人講嗬，就本喺個心感度就再一次帶着安轉去。嗰當時嘅情景，然後咧當參劇嘛，嗬，嗰時嗰當時寫藝術歌曲，其實應該是當團結啦，咩震撼教育呢？冇分彼此嘅啦，係啊，你看就算是要叫，寫叫嗬，要是想咁嘛叫啊，哎呦，真嘅嗬，唔過做埋我教嘅10年嘅時間，再個寫啷個一條嘅客家歌呢？有冇個研究嘅時間啊？其實唔係每時間寫唔出來的。有啲10年地波咪經過當多，有啲10年地波啱係就托工人講判過法通，判2年，還有包括去下崗啊表演，過去豐年表演，還有包括做東西了，還有讓大家嗰時較冇時間跟我聊，係主要較冇時間，大家就自家生活啦，自家寫要做，啊所以講，人係差唔多嘅經驗了，還有人樣大家開始行藝術嘅。好，我將來了，我繼續寫。係。真嘅就寫歌，你知道講大家請模範嘅時節，佢寫唔出來，很多人就寫歌。啦，佢種嘅原因嘛。哦。係啊，佢創因刻法吼，其實咱咧跟人講，甲長輩講吼，喺佢做係嘅咧，其他講就係講嘅呢個方式啦。其實當夾，啊其實我以前寫歌寫華語啦。係。好啊，有一些押韻跟韻腳吼，冇乜共用。當然冇共用嘅語言啊，講起來嘅聲韻就冇共用。寫落去真怪啦。真嘅啊，唔講我聽人講，我知道你當創始人講聲韻，佢嘅無論係聽人嘅 melody，用嚟行講用嚟發音，佢嘅入聲字也用嚟字音等等。你當創始人嚟啊，因為寫歌出嚟創始人嚟。因為寫出嚟我本人難忘啊，我本人因為講你上我聽見唱啊。哦，啊，做得朗朗上口係嘛？行人聽到先講，你當詞嘅，唔係講當歌詞咪好滿人哋，人聽冇無效啊。哦，係啊。啊，你10年嘅時間有沉澱啦，嗬，你慢慢老了嗬，10年嘅回憶啊，拿來寫歌做得嚟啦。有種學先嘛。哦，嗰個日下出青島來寫歌曲係嘛？錯，咪寫較多條嚟變較高啦。哦，故說安尼本平常時啲演出嘅時節嗬，除咗唱客家歌，其實係要唱其他冇共用嘅語言嘅歌曲係啊。第三個冇，第一2年就唱客家歌較多。哦，專心嚟做客家嘅係啊。因為我要上到一個想法啦，有感而發咧。
那即本讲學生講，奇怪呢，你韓國話你也聽啦，吼，跟而家香港話你也聽啦，英文也聽啦，英文也聽啦，總你自家較講嘅冇聽。係啊，因為佢哋講乜嘅？佢講冇前進啊，哦，冇碼頭用啊。唔過喺個來多同事嚇，睇家啲記錄方啊，係喺青島有講客家話吧？梗係太好呢，較較少咧呢，你媽較少，係較太配嘅樣子。像我以前特別去到市場地步嚇，咱聽到嘅頭睇家頭講法係時陣係用客，你媽聽到嘅係閩南語比較多。哦，嗰種都冇乜要講嘅。現在你媽嘅細年佢。差不多國小個時間有學嘅鄉土課，對，所以那個時候就比較有聽到一些客語的部分。係啊，唔過係咧，我對家庭開始來做起啦嚇。古時人係嗱愛來唱咩，係愛來寫咩。今日嚇唔講寫歌曲，用嚟克服你講家下聲韻發音嘅問題。哦，其實你好像好寫嘅時候，讀了這個問題，你就跟他反駁啦。啊，現在講我們講唔出。因為到就讀到個劉少奇老師，佢講緊腔，所以腔嘅，腔腔咧，佢唱我不能弄了，佢就講唔多寫啊，唔想按多做嘛。你按你講法當唱機呢？唔多寫啊，都冇按多嘢都講了，都冇寫啊。佢講嘅意思係，都冇人話講咧，都冇寫啊。係咩？係咩真嘅呢？佢講，佢後生人能聽國語，聽冇人嘅客法，唔怕問國語嘅反過客法啊。哦，佢就聽搖咧。係呢？希望人除咗聽呢條歌咧，哇，都較監嘅啦。因為老師都咁樣講你寫啊嘛，係嘛，慢慢笑，慢慢學，係咪？聽見同聽嘅人，咁咪係慢慢聽啊，慢慢學啊。係啊，係嘛？係啊。叫人聽了都冇要斷層嘅。係啊，唔好驚。而且我知道而家當中有個事情啦，你客法哦，客法嘅歌啦，其實唔好貼重點比如講客，我係客歌。我客嘛幹嘛幹嘛幹，你音樂都有音樂，好，人家不跟你講，我們跟你們是公平的，對。就係用嘅語言冇強用天啊，我哋音樂嘅風格咩動導言啊，就強用安呢，我要買樂器就自家加，係嘛？就完全強用，就係語言用嘅冇強用，唔過語言有佢講嘅素材。哦，而家唔係大家文化哦。總係要加出嚟，要加出嚟添。係，真嘅係安尼嗬。其實安尼，我哋所有真係是個團員嗬，除咗客家人，但唱出傑明老師佢係一般嘅客家人嘅嘛。就聽人佢都有教音樂嗬，傑明老師聽人喺家嚟教音樂嘅時間，你聽客家歌，你自家怎麼樣來揣摩一個，用嚟融入安尼語言地度。一開始小克在做客家創作嘅時候，我很不適應。哦。因為之前都做國語創作，那以前我有做和聲的部分，但是後來小克開始嘗試做客家音樂的時候，就是吉他手就是以音樂性先融入音樂嘛，然後才接觸到歌詞。那其實歌詞是很有意義的，然後從很多的歌詞的內容都是從故鄉開始出發到夢想的這個部分，然後就硬學一些客家話這樣子，對，就是必須要。玩樂團就是這樣子嘛，必須要互相的配合，這樣子。錯，其實啊，亞嘅人嘅客家字體啊，因為細就帶嘅體驗嘅關係啊，家庭嘅關係，就較冇講客家話。唔過好啦，佢咩係你哋嘅字音冇？那麼當貼先幫他翻成國語，然後給他看，起碼看得懂啊。了解以後，然後再聽得詳，係，其後嗰時都，佢聽得時講緊都唱乜解。做得啦，佢講我哋按你講法就通嘅事啦，哈，好練習。係因為歌詞嘅講法，你冇可能總係寫客家，你冇總係寫客家，你歌詞嘅寫人哋個音。哦，唔過按發音就做得用按你嘅母語嚟發音咩？可能是最好嚟按嚟。相反，本身較多人去聽啦。係啊，係真嘅。如果唔睇冇人都唱乜解，連看人也看冇，按唔人接受。係啊。係喎，按當有種辦法啦，讓看要聽要緊都唱乜解，好，出到好聽冇？好聽，擺到，咁樣你公平對待。
，and then 咪係台灣嘅陽光人。好聽，好聽。哎呀，剛剛講到其實吼，除咗寫歌以外，當創業吼，也嘅音樂嘅聯盟吼，辦非常多嘅活動。即係到佢嘅台中地區吼，大家連結起來吼。剛剛講到青團嘅咩吼，嗰時候人哋還有辦咧山籟之音，哇，連沙來辦吼，大家當歡迎，好當喜歡嘅，出版嘅歌唱係樣嘅咯。今晚人差唔多係套以前咧要辦一個套河邊公園講，好，我哋嗰時自家去租發電機，然後來有請嘅幾台中啊，吼，譬如所在樂團，來東西兩表演，我哋講做2年了後，我哋想講阿無來一場較太意思嘅，太棒嘅，係，我嗰時都，我哋就當到共下了嘅個朋友哈，然後開始可能就是做音樂篩選啊，好，然後開始一直挑。好，安尼規個發動吼係2日，從下晝嘅4點衝到暗夜11點。安尼音樂季嘅想法係啊，係按幾台灣來報名，差唔多40幾間樂團，係按到河邊公園講表演安尼。哇，以後不斷電啦，係沒有斷電嘅。啊，未衝到去報名順茶來啊。安尼要做本大家來安尼交流啊。係啊，如果唔是講嗰時音樂嘅風氣較多年頭搞啦。哦。係，那時候有像春娜。哦，然後那時候還沒有春浪這種東西，然後還有像那個芙蓉的，還有音樂季，對，係呢，也係呢，藝咩係搞樂團嘅啊。然後嗰時就想講，阿無山紅毛嘛，所以大家都開選，阿無喺度攀一個山紅，係阿無喺那個攀一個山紅，係，變成山籟咩？山籟之音。哦，嗰時係安尼啊，哈。名是安尼來嘅啦。啊，佢睇個攀嘅嗰種，我聽佢一種講嘅。公園的有冇？我公園暴走計劃。暴走。嗰個後生嘅名嘅啊，嗰時開後生。當初也係要當到嘅發通嗬，本青島後生人睇下面上愛來嘅。其實也係唔講搞樂團嗬，我哋都知道係艱難係容易，因為樣啊也係自信係多。你想愛學音樂，想要去音樂教室哈，有青島嘅欣賞哈，大家要學音樂、接觸音樂的媒介，要講場域出行得多。嗰時當到人要來向下教咩？係，唔好學我哋教。頭擺嗰時冇上嚟買方片，有個社群軟體。係啊。所以嗰時我都聯絡時有一個那時候好像是奇摩家族，係啊，當叫嚟㗎。安尼顏色出本喺家己咧。佢唔怕你今日團多嘢。啊，我嗰時都用呢個來跟大家聯絡。啊，其實嗰時佢就有天龍嘅人也是在用啊。哦，所以佢冇按方片。係啊，其實你們資訊比較發達之後，大家講我聯絡較變，啊，所以要辦發通咪較變嘅。真嘅。係，我以前要辦發通時，唔咩啊，一個人要打電話。真嘅。好，然後聯絡當機嘅時間，然後發都敢發通吧。係啊，一下變到口耳相傳就錯嘅嚇，大家就第個愛教音樂，同大家共下來教啊嚇。等下呢陣到節目當中啊，繼續來談呢個 Genesis 樂團同大家來分享佢哋嘅音樂，還有佢哋行音樂一條路，到底有乜嘅當神奇、當難忘嘅故事哦。腳步從來唔愛停，唔用心享受，從此允許看自己，上帝期望，落寞可把夜空，清風迎面傳來，天中聲音抽響，只要天空看就看到夢。日落看下很久完成夢，用馬車太橋邊頭向外嘅離別，受風嘅路相片，恩恩向下好多年，用馬車太橋邊頭向
风雨中有个悲喜，清风迎面传来，天中声音错响，只要天空看又看到模糊，日落看下寒雨晚将暮。耶稣行中下嘅水嘢嗬，安尼一定要來了解下耶穌嗰到底在寫乜嘅呢？當中情歌又有家鄉嘅秘辛呢？哎，那些哦，然后那东西啊，那东西太巧，上擺有四尊龍馬啦。龍馬。哎，個佢當拄好，兩尊嘅向外，向嘅東西攞擺；係。兩尊嘅向嘅東西地擺。哦。係。啊，我要去嗰東西，我要看一下太巧嘅龍馬呢。強世界嘛，四尊嘛，係啊。係，啊，到嚟2020年嘅呢區長啊，徐佩玲區長進來吼，其實鼓勵講青年返鄉啦。哦，將來東西大家向我打拼。哦，啊，我想講，來寫一條安尼故鄉歌。你咪愛聽一條啊，習慣人哋好寫聽一條。耶！真是太好了。真嘅就愛有人講，你寫一下啦，你寫一下啦，就寫好。當你就有人人唔得講，你就當你就會寫歌曲。錯啊，嗰啲東西啊，大概是就寫一個故事的大綱，因為要拍 MV。哦。係，剛剛咱在地嘅一個劉玉偉老師，攝影老師吼，佢有一個想法，講安尼，我呢個拍一個 MV 來送一條歌。係，睇緊嚟睇到感覺，你有畫面，好，有畫面好看，有歌好聽，睇下佢記得。哦，所以其實我記得，哎，這個 MV 好像有在客家電視台的粉絲團上面有放過。哎，你就大講行鄉下嘅歲月就有咧。係，當然冇啊，因為打不出來，你要寫星空下的歲月。對，就有咩？大家來搜尋一下，也講到你哋嘅官網查詢，粉絲嘅查詢，就做得前面到咩？係。哦。個睇部個故事就是講吼，依家後生人啦。啊，做東西太好，啊，佢有個什麼朋友，初戀情人就迄個啦。啊，跟從嗰度行動嘅咧，太夠好，個選到個河堤上嘅咧，從嗰度散步啦。啊，有人佢發現講佢太好咧，那東西怎打拿，對嘛？睇到啊種梨啦，種柑啦，佢冇上愛啊，佢想去諾貝做，佢想去諾貝行看看，好，睇到諾貝嘅世界伊嘛冇咁快。啊，按當然過去了，喺度佢也太好咧，什麼也太好咧，什麼其實冇個搞識咧朋友。但係你從啊而家河堤種情結啊，從什麼回憶啊，你都可以嚟啦。啊，細仔其他人嚟喺話進來咧，要叫 no boy 啊，嗰啲唔係真好啦。好，啊佢想講，當叫冇進來冇卡，兩看看嚟，佢想我進來，係佢想冇卡嚟啦。啊兩個人，佢進來東西嘅時，好經過龍馬，先落去到河堤，啊佢多講嘅時嘅，都讀到加什麼？古時候真嘅要係情歌嘅嚇，而家講到當初要出講，人講搶年轉到故鄉，青年返鄉，也咩係大家一下當地鼓勵大家來做一件事情，講看到人家鄉嘅獎嚇，跟到三位真嘅啲同事都在東勢地區、台中地區嚇，因為真嘅冇想講啊，出去攞杯餅，因為真嘅出感念講留啲嘅家鄉。你家鄉冇啊？攞杯人多啊？家鄉冇。其實我有留到家鄉，在做的事情，因為爸爸媽媽們開始細咧，係，所以我就講，我到附近吼，較細照顧得到，安怎麼個事情大家天發到我就知道。哇！係，安怎啊？台西總係安尼啦。那你講青年返鄉啊，啲目前看到專心為了個人員，然後過進來兩做，啊，我自家平常時總去抽血。係，啊！大家你做嘅時候當豆腐啊，所以講當豆腐。九泉，反正從3點開始做嘛，然後做到暗夜上午10點左右。真勁啊！九泉係賣菜，聽下爸爸賣菜，聽下食菜場。啊，個賣好菜仲係江天路，江天路暗夜個教學生，啊教學生差唔多10點。你係能文能武呢，多才多藝呢。很多差唔多像人可能講，人判發通嘅時，我會跟其他人接洽，對。所以那個大部分都在假日啊，所以就時間比較不太夠用。哇，真嘅嗬！其實當中要出講，顧到家鄉就不卡經驗啲呀，俾爸爸媽媽嗬，韓國看到家鄉嘅獎，做得願意投入一種嘅心思嗬，其實愛發青島嘅精神啊，唔過人哋甘之如飴嘛。當然意義啊！好，都有意義嗬，真嘅當站哇！見到 Rita 來認識一個真嘅時候，實在很讚嘛。韓國嘅教大家來講太普強，因為呢人講。其實太普強同你，比如講
水叶讲水，你讲水水叶哈，我哋讲水叶哈，也讲水叶哈。同大家嚟教一下，出題呢也講是好嘛，董事局事件好嘛？董事局事件。係，同埋你討一下好嘛？好，係咩很記得？強化事件的強烈，面前的路，多幾分實現。呢位有人的夢想，甲世界。Navy， 我講 Navy， 哈。開闊天空，勇往遠方。開闊。係開闊。闊哦，開闊天空。要給發音較特殊。其實我大埔腔我們沒有語助詞，我冇黑不會尾音。哦。係，我講就係一個字都團配，一個字都團配。我講係調，哦，你可能配得強，可能講調誒。係。調。快，我跟他講快，你們也有講快誒。哦。係，我們沒有語助詞。哦，懂特殊。哇，古說安尼，聽起來出啲個發音青島冇強樣，唔係也係有客語字典，他家做得好好來研究，也講多多聽佢哋嘅音樂出啲啊哈。當然來到節目當中吼，張聽到兩條歌曲，啊，這對唱，啊，傑明老師，你就聽啲音樂來學客家話，突然推薦一下樂團嘅音樂，好不好？推薦一首歌，突然唱兩句，好嗎？我們團我很喜歡一首歌叫《月光身影》，那它副歌是想想。夢想，夢想讓風代替霓虹，一些想，一些夢實現。嘅夢想代替，夢想用風代替霓虹。哦，代替霓虹。霓虹是到哪裡去？哦，哪裡嘅？像一個年紀比較大的時候，我們會想說，以前做過乜嘢？我冇做到哎，唔敢念哎，一歲甜，唔敢念。就是因為這樣，你才喜歡這一首歌，對不對？有夢想的感覺，還像亞述歌曲也很像你們的心情的寫照呀。大條都係啊，大條裝黑啊，那大條裝係故事。哇，大條都係故事哦，還是其實大家喺個相愛本。佢哋鼓勵啊，講想愛認識佢哋，想愛喺那層面認識客家哈，真嘅多多來支持。有臉書粉絲專頁咩？搜尋 Janice 哦，安尼就做得前面到安尼有同大家上字，好啲呀邊。當然，我想安尼嘅革命情感哈，得來不易。有咩話對團員講冇？互相可以。特別拖啊！用哎呦，我真你見邊個兩個要爭女友？係啊，古見嗰種蛇啊！安尼唱阿哥，他們真的很愛你、關心你哦，就希望你之後的幸福有另外一半做嚟同你照顧。像我幾多歲咧，還蠻拖落去嘅英雄。你去冇攞佢介紹啊？哎呀，你咁咪氣。其實人講。感情好，就係一年一點一滴安尼累積起來哈。祝福安尼真的是樂團，韓國安尼董事山上也嘅三副音樂嘅聯盟哈，長長久久培養青島嘅後生條，青島好音樂，青島好客家嘅人好嘛？好，有青島嘅發動，亦都有攀快閃也嘅發動，歡迎大家上網搜尋 Janice 係嘛？耶！今日再次感謝3位來到節目當中，安子生，謝謝，歡迎宋師了。好。歡迎來董事了，今日咩非常感謝所有嘅朋友來收看福氣來了。等下有請大家繼續聽人欣賞來做雲吞健康一生人哦，張來了。